来看到高雄小港早起有居民闻到正重的化学酸气，感觉真无爽快。环保局稽查了后，发现讲是中石化小港厂设备各样伫咧检修，无做好预防措施，再害这硫酸气体走出来。环保局也讲，依法会当甲这中石化开罚单，上悬会当罚到500万。早起6点外，高雄小港的中林路遮，真侪上班骑车经过的民众，拢有闻到一阵正重的化学酸气。因为吹无酸气对倒归来嘅，愈闻愈无爽快。有民众打电话通报1999，嘛有人向里长来反映，讲这酸气无该正常，那正擦片，目睭也真艰苦。感觉有点晕眩，然后就是身体很明显的就是不适那一种，然后不是一般的那种瓦斯的味道，就闻了会很刺鼻，完全闻不下去。我跑去了监测味道，我发现是那个中石化的在漏那个酸气吧。马上有请他们做检查，发现到就马上做处理。环保局接到通报，就随去稽查酸气的来源，一路顺来到中石化小港厂，发现厂区的硫酸制停设备因为损害，等咧检修，酸气就是对遮来的。中石化表示，液态硫磺接触到空气就会结晶，现场的量大概3-4公斤，应该无可能造成这重的酸气。不过环保局认定，酸气是因为业者无做好预防措施才走味出来的，因此会依法裁罚。硫酸刺鼻、酸味易散，已违反空污法32条规定，除裁处10万到500万元罚锾外，并要求立即改善。环保局所开立的罚单，那我们会针对他所列的一些违规事项，我们中石化小厂会进行相关的陈述意见。3月份中石化就捌因为设备无正常运作，氰出柑仔色的烟，去互环保局发，即摆佫造成化学酸气走出来。当地里长讲，若中石化，伊5万所规工厂拢会当做好管理，莫个人活伫咧惊吓内底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